韓國一名年僅22歲、外表清純嘅金姓女子，涉嫌利用 ChatGPT 精密策劃落毒陷阱，導致2名男性死亡，一人重傷。然而案件曝光後，疑兇嘅社交平台追蹤人數竟不升反跌，暴增上萬人，大批網民因其美貌而留言盲撐。冷血行徑與畸形網絡風氣惹起各界猛烈抨擊。案情透露，金女於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間，透過交友 App 以約會為名，誘騙多名男性前往首爾江北區嘅汽車旅館。期間，佢將預先喺屋企調配好含有大量丙二氮平類安眠藥及抗焦慮藥物嘅飲品俾受害者飲用。首名受害人飲下有毒飲品後昏迷2日，幸運保住性命並報案。為後續2名受害人則因攝入過量混合藥物而毒發身亡。韓國警方進行取證時，揭發咗令人心寒嘅細節。金女喺首次犯案後，曾多次利用 ChatGPT 搜尋過量服用安眠藥致死可能性及飲酒後服藥後果等關鍵字。儘管 AI 系統曾彈出可能導致死亡嘅明確警告，但金女不僅沒有停手，反而利用呢一啲資訊進一步改良配方，喺後續犯案中加大藥物劑量，顯示其具備極高嘅預謀性及殺人意圖。更令人毛骨悚然嘅係，喺被捕前短短30分鐘，金女仍喺 Instagram 上發布帶有歡迎關注等標籤嘅動態。警方推測佢當時正喺度物色下一個獵物。呢一宗手段殘酷嘅謀殺案曝光後，網上嘅輿論走向卻令人咋舌。由於金女擁有一副清純標緻嘅面孔，其 Instagram 賬戶曝光後，粉絲人數竟由原本嘅約200人瘋狂飆升至1.1萬多人。留言區充斥着大量扭曲價值觀嘅言論，有網民竟然稱靚女即是無罪，出獄後一齊去飲酒，甚至有人睇住佢嘅單人照擅自腦補推斷佢係因為太孤獨先犯罪。韓國心理學家指出，呢一種現象屬於視罪迷戀，即對犯下重罪嘅人產生強烈嘅好感。輿論過度聚焦於疑兇嘅外貌，將犯罪行為浪漫化，不僅淡化咗案件嘅惡劣性質，更加係對受害者家屬造成嚴重嘅2次傷害。年僅22歲，佢年紀仲小，唔懂事嘛？呢個男嘅點解隨便去呢個汽車旅館同人見面呢？咁出嚟就代表自己同意啦。男嘅點解唔好好保護自己啊？呢個時候點解唔使情殺？呢個男人咁好呃自己揀嘅怪邊個呢？女人呢就公佈疑兇，男呢作案就呢個打碼係嘛？韓國愛丁堡，男嘅點解唔好好保護自己啊？怪邊個呢？隨便就答應赴約汽車旅館，會係咩好男人啊？咁個男嘅着咩啊？唔檢點，好明顯係太過多係殺女人嘅，女人殺男呢係少嘅。咁大家都係好憤怒，即係覺得真係好唔滿意。其實女性係長期被壓迫之下先有少少嘅反抗，因為女人係比較懦弱嘅，好多時都係好順從。呢一啲憤怒都係積咗好耐，積咗幾千年而嚟嘅憤怒。